後來繼續來到新北市中和的連城路一棟公寓，有住戶來反映，講厝邊把這個雜物蹲佇個樓梯間，蹲甲親像一道的糞掃場。那萬不會發生着緊急的狀況，道省的路線可能會受到影響。民眾準備轉去，不過樓梯物件蹲甲規世界，有紙生活、紙地下、毛布、塑膠落啊。那樓梯和門口邊仔的木搭嘛蹲甲雜桶桶，互住戶偷看冇咧燒。住戶抱怨講，厝邊平常時啊，佇咧捡紙紙，蹲佇咧樓梯愈囥愈濟，叫要將做糞掃場。他的東西已經堆到。我們要側身就過，我們要拿東西、丟垃圾、買東西，我們真的要走路很困難。他不是嘛，不理我，就說東西不是他的，他也不改善，也都不丟，也都不做整理。安怎講講，對方攏有借口，民眾真無奈。實際回到新北市中和區的連城路，只一棟公寓真驚人。根據了解，烏白囤物件是3樓住戶，平常時啊，跟媽媽住做伙，因會佇咧半暝仔時陣，甲物件囤回門外，就算過去捌叫開發，嘛是無咧驚。像我們這種老舊公寓，消防措施也不是很好。所以這一點也是我們很怕的一點。然後夏天到了，老鼠、蟑螂一堆，都從他們家在亂竄。囤積行為部分，公務局近期將召集環保局啦、消防局啦、社會局、衛生局以及區公所等單位到現場去做一個會勘釐清，我們會限期住戶去做改善。除了環境撿垃圾，和其他住戶不方便，若是發生緊急的狀況，影響道網路線，甚至有人受傷，後果尚要擔。Hello， 我是張新文，想要搶先掌握最及時的新聞資訊嗎？趕快訂閱、按讚、開啟小鈴鐺，鎖定華視新聞 YouTube 頻道。